大家好，我係陳瑞冰心理治療博士，亦係陳瑞冰博士心理治療及精神健康教育中心嘅創辦人。好高興同大家分享，我哋公司已經成立3週年，昂然踏入第4年。希望透過呢個短片，同大家分享我哋過去3年嘅目標同埋努力嘅成果，如何達至到建構精神心理健康智慧，同大家一齊並肩而行。過去幾年，世界各地都受到世紀疫情 COVID-19 嘅衝擊，加上近年嘅地緣政治不穩，每一個都受到不同程度嘅挑戰，而精神心理健康嘅衝擊尤為更甚。好可惜，現在我哋嘅社會能夠提供相關嘅專業嘅支援嘅人士，包括精神科醫生、護士、心理治療師等等，係嚴重缺乏。我哋每一個人點樣可以守護自己嘅精神心理健康，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課題。點樣可以提升個人同埋整體嘅精神心理健康呢？呢一個課題一直都係我哋公司嘅專注研究同埋發展嘅方向。而家就讓我同大家分享我哋過去3年嘅深耕細作，分享理念同埋策略。本中心成立嘅理念係心理治療是教育，教育都係心理治療，兩者不可分割。我哋深信擁有精神心理健康智慧係每一個人、家庭同埋社會嘅核心價值同埋責任。本中心以推動自主、自學、自我賦權為建構精神健康智慧嘅核心發展策略，通過結合專業嘅知識，包括心理學、精神病學、腦神經科學同埋教育學等，結合科學嘅實證，運用人工智能，我哋致力突破時間同埋地域嘅限制，將精神心理健康教育同埋心理治療嘅重要廣泛推廣。因此，我哋善用社交嘅媒體，分享精神健康嘅資訊，以及提供線上同埋線下個人同埋小組心理輔導及精神健康教育培訓服務。過去3年嘅深耕細作，我哋採用以下2個核心嘅策略，推動守護精神心理健康。第一個策略就係訓練我哋嘅覺察能力同埋自我反思能力。腦神經科學研究指出，要處理持久壓力嘅狀態，我哋必須訓練覺察嘅能力，令到自己建立一個緩衝區，就可以俾大腦空間將知識同埋資訊傳送到腦部嘅高階端嘅地方，即係我哋嘅皮質層，作出適當嘅分析。如果當我哋經常受到環境嘅威脅，或者感到高壓迫感嘅時候，就會好容易作出一啲反射性嘅回應，大腦個回路就會困喺恐懼同埋焦慮之中。當我哋覺察固有嘅情緒狀態同埋反思處理壓力嘅方法嘅時候，我哋就唔會無意識咁承傳一啲負向嘅情緒，能夠有意識咁放棄無效處理人生困難嘅方法。第二個策略就係固本培元，通過覺察、自我反思多角度嘅分析，以固本培元為目標，我哋就有機會喺困局中揾到新動力嘅來源。當客觀評估咗自己嘅能力同埋預期嘅效果，我哋就會學習到適可而止，就可以固本培元。當我哋感到無助嘅時候，我哋仍然有一種叫求生求助嘅能力，主動求助就可以幫助我哋保留生命力，有機會重生。過去3年嘅學與做，我哋成功開拓本地同埋海外嘅市場，將守護精神健康由自己做起嘅精神推廣，並進一步為需要本地嘅
人士同埋海外人士提供專業嘅精神心理健康教育同埋心理輔導。而家就讓我同大家分享我哋5個成果。第一個成果，我哋設有精神健康頻道。精神健康教育係需要潛移默化同埋人性化嘅堅持，先可以觸動人心。我哋建構咗中心專有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嘅精神健康頻道，定期製作5至10分鐘有關精神心理健康嘅短片，目的係希望大眾人士可以喺任何時間同埋地方發揮自主、自學同埋自我賦權嘅本能，主動接觸精神心理健康嘅資訊，發揮守護精神健康由自己做起嘅決志。我哋堅持守護精神健康無障礙嘅信念，開拓咗2文3語多聲道。除咗廣東話講解，我哋同時善用人工智能製作普通話同埋英文旁白嘅短片。另外，我哋每一套短片都有字幕，方便大家觀看。到而家為止，我哋已經製作咗超過190套嘅 YouTube 短片。第二個成果就係製作電子版嘅精神健康月刊，為咗照顧不同階層同埋不同嘅普羅大眾嘅興趣同埋需要，我哋特別推出輕觸快拍嘅精神健康月刊，結合心理輔導同埋精神健康教育嘅知識，回應日常生活遇到嘅重要事情，分享精神健康嘅錦囊。我哋輕觸人生遇到嘅人和事，心境困擾嘅狀態。我哋要快拍嘅手法，快拍嘅捕捉心情嘅起伏、思緒嘅糾結。通過輕觸快拍，正視當下心境同埋想法，守護精神心理嘅健康。分享積極面對人生各種矛盾嘅方法，同大家行出精彩人生無限步。過去3年，我哋製作咗多個系列，包括與疫同行系列，探討如何面對抗疫嘅挑戰；守護精神心理健康嘅系列，探討焦慮、壓力、情緒管理、腦神經科、腦健康等課題；人生轉變系列，探討升學、移居、喪親等嘅人生重要課題。成果3：精神健康感思行創意音樂短片 Reels。建構精神心理健康智慧，我哋必須要提升個人對人同事嘅好奇心、高感性同埋不批判嘅感受各種情緒嘅出現。當我哋願意聆聽、理解、關注情緒嘅時候，關注自己嘅想法同埋行為，我哋就會能夠意識到自己邊一個部分受到傷害，亦可以將受傷嘅自己係被看見同埋被正視。咁我哋就會有意識作出適當嘅人生決定同埋取捨。過去3年，我哋製作咗80多條精神健康創意連續音樂短片，目的係希望大家可以係輕鬆接觸精神健康嘅錦囊，大概每15秒左右嘅一個短片，潛移默化嘅提升個人精神心理健康嘅觸覺，有效發揮自我關顧嘅本能。成果4：推動職場同埋公眾嘅精神衛生教育。世界衛生組織出版嘅職場衛生指南指出，造成職場嘅社會心理風險嘅因素，並鼓勵僱主同埋僱員正視職場精神健康，預防同埋及早解決工作誘發嘅各種心理同埋行為問題。過去嘅3年，我哋同海外合作嘅夥伴，幫本地同埋外地參加公司提供嘅僱員支援計劃嘅員工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嘅同工提供線上嘅心理輔導同埋諮詢服務。
參加過我哋嘅培訓嘅員工，佢哋都表示得到適切嘅支援，令到佢哋嘅精神健康有莫大嘅裨益。另外，我哋亦提供公眾嘅精神衛生教育，參與公益教育活動，包括為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提供多次嘅講座，內容包括守護長者嘅精神心理健康、拆解焦慮嘅問題，以及點樣去面對人生嘅挑戰。另外，我哋亦為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提供講座，探討患病兒童同埋家人嘅精神心理健康。成果5：心理輔導與治療。通過不同嘅活動，公眾人士對自己個人嘅精神心理健康嘅關注大幅提升，亦醒覺到可能當下需要更專業嘅心理輔導同埋治療。過去3年，我哋為本地同埋海外嘅有需要嘅人士提供線上同埋線下嘅心理輔導同埋治療，協助當事人處理因個人、家庭、職場、學習或者甚至早年創傷產生嘅精神心理困擾問題，陪佢哋一齊走出困局。公司由2022年成立，亦喺高峰嘅疫情期間成立，到現在由0去到0嘅突破。我哋希望由0嘅突破邁向無限嘅可能，最終目標係同大家一齊推動守護精神健康，由自己做起，建構全民嘅精神健康智慧。過去3年，我哋推動普及精神健康教育，免費上載大概200套嘅心理健康短片，80多條嘅感思行創意音樂短片，同埋多篇嘅文章。我哋更深化個人同埋團體嘅精神健康，提供個人同埋心理嘅輔導。我哋希望繼續同志同道合嘅專業夥伴合作，提供全方位嘅線上同埋面談嘅心理輔導，一起設計同埋製作貼地嘅精神健康培訓課程同埋活動，希望達至永續發展同埋傳承守護精神健康由自己做起嘅智慧。多謝大家。誠邀大家瀏覽我哋中心嘅網頁、面書同埋 YouTube 頻道，進一步了解我哋提供嘅專業服務同埋探索合作嘅可能。就讓我哋一齊先建立自己嘅精神心理健康，從而影響我哋關愛嘅人同埋社會。多謝大家。